祝你生日快樂！喺你生日嗰日，一定要用煮熟咗嘅雞蛋喺自己身上來回咁樣碌，由頭碌到落腳，又去咁樣去碌，一邊練一邊碌，厄運行開，好運跟住嚟，小人都散晒，貴人即刻嚟。跟住呢，將呢個碌過嘅雞蛋拎出去喺十字路口嗰度掉咗佢。我祝你以後冇小人嚟搞震，以後嘅生活行好運，福星一路照住你，成日都順風順水，福身無量天尊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業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業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業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